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韩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啊的事相机，由小弟恒春啊为恁主持服务。节目一开始呢，恒春啊要来讲一个故事：好神娶某。伫古早番薯食袂饱，土豆毋免炒的年代，有一条大河，逐年拢会涨水，毋但造成经济损失惨重，而且有时佫会发生人命，这互当地百姓苦不堪言。有人讲会使河道疏浚，也是顶游莫过度的开发，下游加一寡分洪的水道等等。但是当地官员甲社会贤达，却听信张法师的建议，迄就是好神讨要娶某。你若逐年落献一个查某囡仔互伊做某，安尼伊就袂阁作乱咯。众人听了有道理，就甲百姓收丁口钱，然后开大钱准备要做轿，想煞掠王家的查某囝要来互好神做某。王家当然毋肯啊！辛辛苦苦饲大汉的查某囝，哪有可能目睭金金看伊无命咧？主事的大官府周大人讲：王某某，我嘛是做人的老爸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。不过会安尼做嘛是不得已的，希望你为着大家这一年的生活会当平安来做牺牲。啊，对啦，官府这边嘛以10万块来做弥补。大人，我查某囝的性命哪值10万块尔信？我敢会使卖这10万块？我只要我的查某囝就好啊！周大人，我甲你哀求啦，我甲你拜托啦！这个时阵，为了王家的厝边头尾就伫边仔讲：一定嫌钱伤少啦！迄趁这个机会要学一个较大条的，呵，真贪心呢！嘿啊，迄10万块已经足济啊呢！迄1000块就会当买20-30斤的猪吧？因查某囝瘦个薄板，较无好2000块的猪肉，就比因查某囝较重啊呢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现赚9万8呢。就伫众人一句来一句去，10喙9尻川的报纸声音中，周大人讲：王某某，你答应也好，毋答应也罢。2礼拜后这单打好。我就会来请查某囝去互好神做某。过工，官府派人送支票10万块给王先生。当然，王先生无爱甲伊收。办事人员对王先生讲：你毋收，我就将钱提存伫法院。法庭我已经有甲伊通知啊，日后就无我的代志啊。王先生为着这件代志，四界真情，四界拜托，但是拢无效。烦恼甲心肝强要扬去，王太太嘛，因为查某囝要掠去互好神做某，食也食袂落，困也困袂去，精神状况变甲真歹，不时就伫遐10万块，10万块，10万块啦！无3天，王太太就烦恼甲破病倒落去了。后来有人甲王先生讲，这件代志不管你去甲啥物人拜托，啥物人真情，拢无效啦。因为好神娶某是一个真大的利益，只会做官的、做生意的、边仔插手的，拢会当分到利头。一般无背景、无实力的人，就是做牺牲品啦。面对顶悬制定这种政策，只有算你衰。王先生听了哀痛不绝，伤心万分。好佳在有人偷偷咬互皇帝知影，皇帝听了非常生气，便派暗军前往处理。暗军大人到位了后，随去祭坛现场了解案情。周大人看到暗军大人到位，遂向暗军大人报告好神讨要娶某的代志。暗军听了后就讲：哦，周大人，你办这个代志
真是辛苦咯！我会照明奉上，甲你大大的嘉奖。周大人听了后欢喜甲，感谢暗君大人，这是秘籍一点点仔的小意思，毋望大人毋通气嫌。这是啥？啊都500万啦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好，500万，500万，迄你也讲会出来啊？我定定甲我的同事讲，我真崇拜周大人伊，办活动毋免家己做，10亿先摕5亿去，过来发包，2转3转4、5、6、7、8转，你无趁钱，想办法偷工减料，过来甲政府部门交接，对甲3、5亿的预算。这个活动办落来，我看你上少摕7亿去，你分我这点仔钱，你敢有良心？暗君大人，以前毋是讲中央来的中官，只要500万就会使应付过关。哎呀，即阵这阵无共款咯，一定要5000万才会应值。什么5000万？看来你是一个真好嘢的大官，你敢会欠现金信？是。因为3年前，我予一个女性来甲我放杀，受到精神的打击，应该是自杀去了。但是我改变了人生观，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，奋发努力，伫政府机关食头路，拍拼做官。这3年来，拄着男子的志气，建设着我的地位，宣传着我的名声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。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摕这5000万啦！周大人，毋是周诶，贪官爱钱的力量，你永远毋通袂记一只好。啊，稍等咧，暗君大人，你若要5000万，迄卡皮包拢摕去啦。暗君喙笑目笑，摕到这包钱来讲。周大人，我喊你来一抓，今仔阴暗就麻烦你找有参与这件代志的人，大家做伙来熟悉一下。想煞参详日后要合作的细节啦。干脆你伫祭坛边仔办几桌啊，较澎湃咧。大家来啉一个培养感情，不哩个就要有你上重哦。这应该。到暗时啊，一堆人伫祭坛边啊，嘻嘻哈哈，大食大啉。周大人一介绍在座的人，暗君讲，做着官员要紧的头一站，就是有钱。阮无钱的时阵，受人体辱，被所爱人放杀，只是想要解决无钱的痛苦。消极的人，有的自杀，有的伤害看袂起伊的人。你看呢？每日的新闻报纸上，拢写着钱甲财、贪污、乌西、毒质的技术，实在迄款是真巧的人啦。有影，我是来甲大家啉酒。出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，暗君大人，请你毋通安尼讲，这是实在的话。阮听到真有趣味个，阮真欢喜。你是真出名的官员，阮永暗会当甲你啉酒，大家熟悉。阮是在公营啦。原来是做法师的张法师。张法师，我想要向你请教你的专业啊。暗君大人，只要我知影。一定照实向你报告。即摆河神娶某，毋知影河神有派人去王家提亲送订无？这你等下，我过来问这个起祭坛做营造的林总林总这个祭坛的设计，毋知影河神有满意无？你嘛小等一下，我过来问。冒祭牌的三星素果生理制品做10倍的丁老板，你办这堆物件，敢是河神爱食的？这周大人啊，这拢是河神要娶某的美感。你是主事的人，哪会做甲哩哩落落？代志毋是安尼办的啦。这，莫遮这啦迄啦，干脆我来烦恼好啊啦。这代志爱赶紧处理，若无误着河神娶某的吉利良心，河神生气，我也担袂起这个责任啊！
众人听到无话通好应，随口讲好好好好好。来人啊！在将张法师林总的丁老板周大人顶骹扣挂铁球，单位何人？赶紧送伊去河神遐参详娶某的细节，不得有误。四个人听到这个话，遂乖乖认罪。故事讲完啊，今仔日会想要讲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我想到百姓被政府土地征收，迄悲惨的下场，甲这个故事真相共。讲拢是讲为着国家、为着经济、为着交通、为着大家，但是背后真实的原因是啥呢？政府无钱或者是其他的目的，就提出计划，甲百姓讲甲飞天撞地，未来会安怎好安怎好，过来呢？就甲百姓征收土地，若计划只需要5公顷，但是会甲人民征收50公顷。加征收出来的土地呢，落尾这个广告标收袂掉。苗栗大埔事件、台北美和市事件是安尼，台南铁路东移事件也是安尼。我毋是反对土地征收，只是敢着一定爱征收。敢着一定要征收遮济。新北市政府原本规划伫北里区台北港5路专用区要打造台北的迪士尼。迄时呢，当地居民王菊阿嬷听到祖厝田地要互政府征收，一时嘛毋知要安怎，甲伊的老母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心肝烦恼甲强要扬去。王菊阿嬷讲伊啥物拢无爱，伊只想要住伫原本伊做事的地甲祖厝。过着平实安稳的日子。新北市政府讲甲遐好听的计划，会使互大家偌好偌好，安怎安怎？结果咧，土地征收了后，囥甲趴远，因的公平正义伫倒？南口 A7 桃园航空城、台北台底园区、台东2、3店铺等等，一堆同款的手路拢咧进行中。这集的节目并无法度改变啥货。只是要互恁知影，这种戕害百姓权益、恶质的手路，拢一直进行中。恒春一开始讲的故事，是因为有一个好皇帝甲好官员。不过，故事是故事，现实是现实，现实是残酷的。对着这种无公平正义的代志，虽然要改变真困难，但是我有想到某人的一段话：政府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。只以征收人民土地，过程中嘛无互人民尊重，并适当处理人民情感，互人感觉这政府是冷冰冰的、冷酷的、无情的。这是民主社会上遗憾的代志。这段话讲了真水，讲出遮水的话的人，目前真有够力。望伊会记起伊讲过的话，毋通停伫咧讲的阶段。伫任内解决这种戕害百姓的恶法，免去互百姓日后面对这种会造成遗憾的代志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